呼吸道聯檢檢測卡異常情況原因。使用產品之前，建議先仔細閱讀說明書，進行規範操作。如果檢測卡 NC 膜邊上有波浪形殘留，可能是以下原因導致的：一、滴加樣本時過快、過量了；二、樣本中含有血液、黏液、食物或其他雜質；三、正常滴液之後又重複加樣，導致二次層色；四、有水滴到 NC 膜上了；五、檢測卡長期在高溫、高濕環境中，操作時在高溫、高濕環境中，打開檢測卡包裝後沒有及時使用，使其受潮等失去準確性。檢測的環境本身就高溫或者潮濕，影響檢測卡準確性。